唱出你的心声。用我的掌声，鼓励着你的歌声。因为人厝的歌，朋友嘛过来听。咱厝的歌，天气嘛过来看，愈唱愈好听。唱出咱心声，音乐来唱歌拼输赢，音乐来唱歌拼输赢。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各位乡亲，各位厝边头尾兄弟姊妹，大家暗暝好。各位现场的朋友，各位电视交前的嘉宾，大家暗暝好。这搭就是民生上好卡唱歌拼输赢。好，大家愈唱愈出名。今仔是咱的唱歌拼输赢，新年度第3个月的第2场的初我赛。跟你讲吼，顶礼拜已经有这个得主吼，将这个色衫去给伊讲转去咯。你哦，这礼拜就继续将咱精彩的这比赛给伊看了，再来冠军猜922加上选手，你猜中的选手冠军的这个编号发送到10628882，或许呢，你就往参加阮的这个抽奖，将这个金刚新慢型电器城提供的惠理浦全自动洗衫机，加单2吹200块，将伊降倒去。哇，家己个跟着去了啊！是。那么，咱的节目特别感谢中国民生银行全球分行的大力支持，感谢威斯精品酒店，感谢宜家中社。是为大家来介绍咱上届专业的评委老师，主持人是咱的江峰老师。国家一级演员，欢迎。欢迎来，丁晓东老师，今仔日又够有献花献果咯。应该是说讲，咱的唱歌拼输赢赢出名咯，所以咱的观众跟听众都一起来咯。欢迎小东上线哦，谢谢感谢咱小东的这个粉丝。惠安来的小林哈，还有他的朋友，谢谢。欢迎，谢谢。再来是咱的这个第1届的冠军啊，唱歌拼输赢的冠军阿宝啊。欢迎咱的原创歌手阿宝。许怀照，民生上好卡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马上进入第1轮。初赛比赛规则：每场6名选手3线演唱1遍半的歌，由评委拍分，得分最3位暂时晋级，后3位排定。大家好，我是全港的林良斌，我是一个业余的歌手啦。我的演出那是大泉州各地各造有啦，是以前是唱国语啦，但是阮迄搭全港也是唱闽南歌也多，行到那正港大家加喜欢闽南歌，我加唱那王美友的、袁小迪的也是。带手好较侪啦，原创遐少，咱唱的假是台湾的。我希望咱以后有人改唱咱厝人的歌，咱改选手改写的歌。七号选手梁斌参赛的歌曲是《因为你爱》。无情嘛想要醉，已经是过去。有花嘛无想慢，厝内有香味。外口若风甲雨，心内是感觉天，所有美丽的一切，谁人愿意变成梦中的相思？因为你的爱，改变我的魂，改变我的天，改变我的水。看成世间有我水，因为你的爱，答应我人生永远在身边，路要两个人行，梦要两个人行，为何放我飞上天？予我点在世间，亲像孤魂怨三更。爱改变我的魂，改变我的天，改变我的水，看成世间有我水。因为你的爱，答应我人生永远在身边，路要两个人行，梦要两个人行，
为何放我飞树田？予我点在世间，亲像孤魂怨三更。来看你分数，90.40分、90.50分、90.60分。林永斌店里这个阶段的分数是90.5分。好，谢谢。马上迎接的是8号选手，咱来看伊的 VCR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文化网传的陈小峰。从细汉十几岁时做一下喜欢闽南语，民国年代的时阵哦，厝内个放种录上大的唱闽南歌的也老咧，所以说迄阵仔就感觉这闽南语非常的好听，也有感觉，也有感情。各个朋友爱唱说专门唱这老歌，来参加这个节目，毋是说我需要什么名次还是什么，我就来圆自己一个梦。8号选手小红参赛歌曲是《等无人》。那看卖来你有望得到偌济分数？90.30分、90.30分、90.30分，哇，一致的3档。小红店你这个阶段平均分数是90.30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马上迎接的是咱的9号选手蔡玲，请看 VCR。大家好，我是东石蔡玲。应该对我非常熟悉吧？我第3摆来参加比赛嘛。我感觉一块用的王力友的歌《坚持》，我感觉说符合我现在的心情。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，有份命不随天注定，需要用心来打拼，一直唱出阮的名。OK， 加油9号选手蔡玲参赛歌曲是《坚持》。途前的路，不知偌长偌呢苦，看袂着，行着一步算一步，雨水若落，伊直落等阮衫裤，一阵风，只是予阮的心更加坚强。成功的背后，不知有偌济苦楚，阮选择的路，一直坚持到成功。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，请你会记着阮的名。有人出世着好命，阮是用命在打拼。不惊失败，慢慢向前行。有阮命不是天注定，只
要用心来打拼，一直唱出阮的名。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，请你会记着阮的名。有人出世着好命，阮是用命在打拼，不惊失败，慢慢向前行。有份命不是天注定，只要用心来打拼，一直唱出阮的名。开始，咱看咧蔡玲的分数。来90.60分，90.80分，90.40分。蔡玲今日这个阶段平均分数是90.6分。好，谢多谢，谢谢。谢。接来要迎接的是咱的10号选手施凤婷，请看 VCR。大家好，我来自晋江青茂，一阵啊是伫一间服装厂下咧工作。电视机面头前咧看人咧唱，感觉阿兴阿想要来参加。我一摆来参加，感觉其实真的是台上10连功，台下3分钟。哦，台下3分钟，台上10，大庭广众都在看我表演，我会很紧张。阮当时大家说我唱的歌袂歹听，我也希望家己的一项优点表现到大家看。一摆若失败，我下摆会阁来。10号选手施凤婷带来歌曲《人生的歌》。你莫甲我唱一条歌互你听，安尼好无？这条歌是安尼唱。爱唱一首歌，一首头无月歌，有时快乐，有时悲伤，有时只剩孤单。来唱一首歌，记录咱的心情甲生活。有时清醒，有时怀疑，人生到底为着啥？我回头去看，雄雄才知影，咱的舞台爱用青春来换。我回头去看，人生过袂一半，却不知如何来唱这条歌。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，有时阵为着度生活，就爱配合别人心情。这首歌唱甲心拢破，一字一句拢是拖磨，因为无人知我的心偌痛。这首歌。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，有时阵为着度生活，就爱配合别人心情。这首歌唱我唱袂煞，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，有时阵为着度生活，就爱因为你嘛知。咱永远为别人地来看你分数：90.20分，90.20分，90.10分。施凤婷踮伫这个阶段90.17分。好，谢谢。马上迎接的是11号选手陈小林，咱来看伊的 VCR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晋江陈小林。记得3年前有来着唱歌拼输赢一摆，但是迄摆是头一摆上台，歌词都袂记哩咯。自迄摆上电视了，倒去有莫名其妙记到一点啊，就是有叫我去参加商演的种个电话，
然后我是想说去试看卖的。经过这2-3年的上演甲学习对家己的台风，包括家己的唱歌的一个技巧，都有感觉说进步非常的大。希望一摆来到唱歌拼虽然，再来拼一摆，希望会得到比较好的成绩。11号选手狄小林参赛歌曲是《咱你的心声》。浪里一生云游四海，满腹委屈谁人知？你也打拼为着心爱，心酸只有你了解。走出人生的舞台，守着心爱的你，这座男儿也有目屎。做人生的舞台，守着心爱的你，这座男儿也有目屎。唱了很伤感哦。哎呀，合唔合啦？啊，分数到底是如何的？看来看小林的分数，来90.80分、90.60分、90.50分。李小林在这个阶段的平均分数是90.63分啊！谢谢。哦，哇，热情高涨啊！咱的这小林的粉丝哈。哎，对。马上迎接的是咱今仔日参赛最后一位选手，咱来看伊的 VCR。各位朋友吼，您好，我是来自咱南华梅山顶新村地北生产队的吼，我叫刘江福，这是阮的组主，这是阮的乡里头的吼。阮业务啊，喊带后这个歌舞团吼，轻音吼，啊，搁有人铃人赛，啊，我较喜欢唱这个弹琴，啊，唱歌，啊，过去都加唱这个国语歌吼，接落来啊，到咱这个闽南人爱听闽南歌。才开始学闽南歌，啊，即摆去参加这闽南歌比赛，啊，这个准备去拼输赢这，啊，这个闽南歌的推广是发扬光大的，加油！12号选手江福参赛歌曲是《我问天》。风也真秀气，雨也真秀气，我哪会无志气？爱也消失去，情搁来加甜。想你，不知有啥意义。四月咧探听，倒位有你的消息？我的感情予你放较死死。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敢会通来创治？搁再爱你，这我是我家己。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敢会通来创治？想袂放袂记，我不知无甲最早年，窗外的雨，
敢讲是男人的泪，不愿面对现实，梦中追10年。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敢会当来创治？搁再爱你，这我是我家己。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敢会当来创治？生活放袂记，我不知不觉最10年。窗外的雨，敢讲是男人的泪，不愿面对现实，梦中追10年。刚好，请坐。我甲大声对你也好，知影你要唱歌，夹到伊来等你做啦。你唔是要用唱，你唔是要坐落去就对啊。因为说吼，暗暝来到这个所在吼，嘿，无什么表演，安尼哦咱这个魔术吼较无够，迄落咱种10支较功夫的。哦，这个伊要怎么表现10支啊？伊也拄咧头壳这点。注意咯，各位见证奇迹的时刻，我可是依靠，厉害呢！哦，哇，叹为观止。不要紧，等下伊的分数若无够悬，伊就甲评审老师吐起来。较小心的恁3位，来看一下你的分数：90.50分、90.40分、90.20分。是，老江好，踮伫这个阶段，平均分数是90.37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有请咱今日参赛另外5位选手上场。阿伯，头一轮的唱了这6位选手，投你什么款的印象？但我对7号选手印象也是比较有诶。伊的整体声音哦，正带浑厚，然后伊对这个歌的一个表现哦，咱就一个讲在故事里啊，够完整，该叙述的叙述，该爆发的该爆发出来。我用的种个淡薄人这种歌曲是真经典的，伫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旋律。但这种歌你惊选种歌，你就活动唱出，让人换一个印象在心中。无你唱这种歌了后，大家人都要唱，所以你就无占优势咯。我来说蔡玲好啦。应该讲头一届听你唱歌的时候，唱这个矿泉水，较无味一丝啊。即马唱歌有淡薄仔啤酒的味道，较重口味啊。但是呢，伊甲伊形容就是讲，你来比赛头一届惊惊，第2届听听，第3届烫伤甲你拼。风婷镜头看到你，就是一直惊到脚尾皮喘吼，是不是也紧张？是也紧张。头一摆上台啊！对，爱加油一首，莫惊，好不好？有我伫的，不要怕。OK， 谢谢。赵一乐，你哦，你唱袂歹，这出场哦就已经投入情绪哦。你咧唱失恋歌哦，佫有够悲伤的。唱出感动的心声。希望听到你唱较欢快的歌，更较听。好，而且10支师傅啊，我咧感觉你咧唱哦，唱应该佫较有讲究的。起码你着抓住说，石。那像你去内顶，我咧安尼看哦，你那像还佫咧想咧。无够熟啊！是无够熟所以熟能生巧。咱下一摆要来哦，就有准备来。准备来哦，伊发挥就更较好咯。谢谢。谢谢，感谢咱评委老师的点评。那么咱今仔6位选手到底倒3位可以暂时晋级，倒3位是暂时台顶呢？请看大屏幕。暂时晋级的是11号选手陈小林，9号选手蔡玲，7号选手林良斌，恭喜！好，另外3位选手呢，暂时台顶吼，来请落场休困。人生小好卡，唱歌拼输赢。邓三继续拼，马上进行第2轮。第2轮，暂时晋级的3位选手，按号码牌顺序，3线演唱1遍半的歌，由评委拍分，得分最高的直接晋级，后2位台顶。首选是7号选手，梁斌要参赛的歌曲是。我问天，风啊真生气，雨也真生气，气我哪会无志气？
爱啊消失去，情搁来搭滴，想你想你，不知有啥意义。时间在探听，倒位有你的消息？我的感情，予你绑甲死死。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敢会当卖创意？搁再爱你，这满是我家己。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敢会当卖创意？想要放袂记，我不得不甲水10年。我的雨，敢讲是男人的泪？不管面对现实，梦中水10年。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敢会当卖创意？搁再爱你，这满是我家己。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敢会当卖创意？想要放袂记，我不得不甲水10年。风我的雨，敢讲是男人的泪？不管面对现实，梦中水10年。9号选手蔡玲、志明甲春娇。一年真正不知要安怎，为什么爱你不愿搁再相我？春娇你若无要嫌我搬这出电影，难道行到这位船拄煞？行到淡水的海岸，两个人的爱情已经无人看，已经无人听。我甲你上好就到这，你对我已经无感觉，到这冻结，你也免爱我。我甲你上好就到这。你对我已经无感觉，莫搁相信，莫搁我才爱你，你无爱我。行到淡水的海岸，两个人的爱情已经无人看，已经无人听。我甲你上好就到这，你对我已经无感觉，到这冻定，你也免爱我。我甲你上好就到这。你对我已经无感觉，莫搁相信，莫搁我才爱你，你无爱我。我甲你上好就到这，你对我已经无感觉，到这冻结，你也免爱我。我甲你上好就到这，你对我已经无感觉，莫搁相信。莫搁我才爱你，你无爱我。耶耶耶耶，哦，耶。11号选手郑少林，妈妈的背影。消失在天袂光的街路，
消散的形影，拢是为着阮的前途。若是请阮的辛苦会当换来一份幸福，妈妈讲伊是欢喜，甘愿为阮吃苦。每一碗白饭，每一碗麻汤，拢藏着妈妈打拼的心酸。天寒地悬的阮情安怎行？相信幸福会来为你开一扇门。虽然妈妈不是万万能，若无妈妈是万万不能。为阮付出，为阮牺牲，妈妈伊永远甲阮徛公平。虽然妈妈不是万万能，若无妈妈是万万不能。予伊享受，予伊安定，妈妈阮永远甲你徛公平。谢谢。我一看到小玲，好伤心哦。伊安怎啦？青蛙非常的感动，感动了自己。顶一摆我来比赛一摆，妈妈说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你说。你说，怎么了？上一次来舞台上面，真的给他鼓励一下吧。就想说，他说，如果你晋级了，我下次再来看。但是我就是因为准备不够好，被淘汰了。所以妈妈一直等到今天才到现场，所以我很感动。妈妈来跟妈妈恭喜一下，妈妈我爱你，好不好？妈。其实妈妈也很感动。其实妈妈看到你在这个舞台顶的这个表现，我相信妈妈的这个心内一定会特别的自豪，特别的骄傲，对不，妈妈？是啦。其实我怎么这就也惊了。你惊干？想唱这个歌，怕 hold 不住，结果真的没有 hold 住。其实今仔就对这个歌唱了吼，不管今仔这个比赛结局怎样，我感觉说都是真的非常的棒。来，休息一下，咱评委老师为咱的7号选手来拍分，90.50分，90.50分，90.70分。林良斌的平均分数是90.57分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蔡玲，请评委老师为咱的这个蔡玲来拍分，90.60分，90.70分，90.50分。蔡玲平均分数是90.60分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有请咱上感动的小玲，请评委老师为小玲来拍分，90.80分，90.60分，90.60分。小玲的分数是90.67分。谢谢。所以在这轮进入咱复赛，拿到头一张门票的就是咱的11号选手田小玲，恭喜！哇！是咱两位选手继续有机会，继续再见这个舞台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人生上好卡唱歌表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马上进入第三轮。第一轮台顶的3位选手，按套要来顺序，3线演唱1点半的歌，由评委拍分，得分前2位暂时晋级，后1位淘汰。首先要请的是8号选手，来8号选手所要演唱的歌曲是《爱唔着人》。因为感情下了伤重，注定会欠你一世人。心情的起起落落，到底到何时才行会完？爱若是不情愿，难免有分开的一天。不愿相信你我的情分，只有短短3顿5顿。敢讲你心内已经有别人，看阮的感情无够长。凊彩讲3两句，就想要换阮的思念。欠在世间走总的人，怎样的爱才算完全？冤冤冤
拢是因为爱不着人。但愿心内已经有别人，看阮的感情嘛简单，凊彩落山的余话，就想要换阮的思念。踮咧世间错综的人，怎样的爱才算完全？冤，拢是因为爱不着人。10号参赛选手施风婷，妈妈，你无对我讲。自细汉，你对我讲过，是为爱分明，人情黑白，踮在一个无情现实的社会，事事就爱看详细。妈，你交代的话拢有听，人生的路途，阮步步小心行。妈，怎样你袂记对我讲，爱情的路这歹行？小心行，妈，怎样你袂记对我讲，爱情的路这歹行？害我为情心痛痛。12号选手刘江浩，放话想爱人。我相信无人比我较爱你。我爱你不是一天也两日。我不敢托你，孤单一个点用你。我希望会陪伴你身边。现在我也踮在他乡，就念来，梦的咧想你。我无奈的心情，只有写批来安慰你。我以后会陪伴你身边。现在我也踮在他乡，就念来，梦的咧想
底倒一位离开咱的舞台，倒两位有望晋级呢？首先，请评委老师为来10号选手拍分，90.20分，90.40分，90.20分。徐宏庭伊的平均分数是90.27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小红。8号选手，请评委为伊拍分。是。90.30分，90.30分，90.30分。陈小红伊平均分数是90.30分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有请咱的杂技大师。来。请评委为咱的12号拍分，90.40分，90.50分，90.40分。老刚好平均分数是90.43分。谢谢。那么对了，这轮晋级的选手是江福、小红，恭喜两位，都在准备下一轮的比赛。来，掌声欢迎红婷，谢谢。民生上好卡唱歌表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马上进入第4轮。第4轮，第2轮台顶的2名选手，甲第3轮暂时晋级的2名选手，以抽考组队 PK， 由评委拍分，得分高的直接晋级，得分低淘汰。来，请抽到 A 组的选手甲手者，来 A1 A2。好 ，B1 B2，首先就 A 组先来 PK 咯。A 组是这个8号选手，你要参赛的歌曲是？心爱爱别人。一声心爱的人，阮无求日子过啥款，怎肯予阮对你是等到黄昏暗，又搁对着月亮悲叹，想着你目眶红，心肝。搁心烦，目屎又搁来流几啊！心爱的，心爱的，请唔通原陪阮去爱别人。想着你目眶红，心肝。搁心烦，目屎又搁来流几啊！心爱的，心爱的，请唔通原陪阮去爱别人。12号选手刘江福抓魂烟，梦亲像抓魂烟。真情爱还钱，情路若倒倒颠颠，何必越头淡无缘？红线既然长，春风又不见，伤心何必为咱老可怜？无情的锁链，心牵连，梦牵连。无奈人生剩我孤单的表演，目屎啊，不惊痴心送伊遍，低头酸，心头连，将爱牺牲我又偏偏。做一个活在梦中的神仙，往事啊，亲像无情的锁链，心牵连，梦牵连，无奈人生剩我孤单的表演，目屎啊，不惊痴心送伊遍。你头酸，心头连，将爱牺牲我又偏偏做一个活在梦中的神。
评委老师为咱的小红来分析小红，评委老师拍分90.30分、90.50分、90.20分。但小红平均分数是90.33分。好。来，有请江峰，请评委老师拍分90.40分、90.40分、90.10分，老江峰。平均分数是90.30分。那么，到底哪一位胜出呢？但小红，微弱之差哈，由于小红来啊，上次也谢谢咱的江峰，谢谢。迎接咱的 B 组的 PK。是。高好选手蔡玲参赛歌曲。此前有啥意义？离开故乡，关过几冬，为我丝丝恋恋。分开眼看着阮的窗房，看你伤心啊哭红。行到去前分开的车站，希望看到你的人，对你放袂落心，对你不愿放。情总是分开后才知凄凉，徛在咧窗外看你，看你为人装水水，过去情偌深，也挽不回你，用尽一切来爱你，最后换来是觉醒。男人啊男人，我问你，痴情有啥意义？徛在咧窗外看你，看你为人装水水，过去情偌深，也挽不回你，用尽一切来爱你。最后换来是觉醒，男人啊男人，我问你，痴情有啥意义？B 组 PK 选手7号林良斌剪刀。一支针，一条线。一款人，一款命，有人输，有人赢，随人路，随人行。真命衫是支线，真了心爱。看破，有时勇，有时惊，路遥远也着行。浪子啊，飘遍的心甘要开我，唔通搁继续糊涂行。浪子啊，回头紧靠岸，为前途，为着好名声。浪子啊，飘遍的心甘要开我，唔通搁继续糊涂行。浪子啊，回头紧靠岸，为前途，为着好名声。蔡英文老师为9号选手蔡玲拍分，是90.70分，90.70分，90.50分。蔡玲平均分数是90.63分呢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有请咱的梁斌，90.70分，90.60分，90.40分。林良斌的平均分数是90.57分呢。所以，伫咧这轮胜出的就是咱的9号选手蔡玲。好，谢
谢谢，感谢梁斌。感谢梁斌，来，谢谢蔡连请聊老店咱的舞台顶啦。那么，在咧第3个月第2场的初赛，晋级的选手就是9号选手蔡玲，以及咱的11号选手李小林，跟咱的8号选手小红，恭喜3位！希望3位在咧复赛时阵继续努力。欢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赶紧来编写得请922，加上你认为高中的冠军的编号，发送到106288882。是，会睇到咱的金刚青勇。是，金刚青勇是万兴电器行所提供的惠而浦洗衫机，价值2,200块。好，今天节目就到这啦，再会，拜拜。再会。